前一段時間出咗一轉深圳，咁本嚟係冇打算話要拍視頻嘅，但係由於我又問朋友借咗一部 GR3X 啦，所以我又想出一期視頻嚟傾一傾我對於呢部機嘅一啲使用感受，主要係想同大家傾一傾佢值唔值得買同適唔適合作為普通人嘅一部便攜式數碼相機。咁其實今日嘅安排都好簡單嘅，兩間咖啡店，然後夜晚去朋友間酒吧嗰度，其實冇乜嘢特別嘅行程，就係普通人嘅一日。呢間店係俾網友稱為係南山區最好嘅社區咖啡店。去到門口嗰陣時咧，幾乎係坐滿咗噶啦。咁就好在我哋點完單之後入去都係俾我哋執到一個雙人嘅位置啦。我要杯特調啦。特調飲咩啊？特調這兩個，這個是新上。現在有甜品。甜品啊，有巴斯克，還有一個提拉米蘇。那我要巴斯克。這個吧。哪裡？配一個手工的。對。手工的。對。這個埃塞的洋芋，首先我們只做熱沖。熱沖嗎？對，只做熱沖。喝冰的話可以試下冷萃。也行。也是用這個豆子。OK。咁由於佢好多人啦，喺成間店都滿員嘅情況下，GR3X 嘅40定鏡頭就可以發揮到佢嘅優勢。喺呢個焦段下面，你確實係可以影到一啲十分之乾淨嘅構圖。而且由於佢呢部機係好細部嘅，就係一個手機咁大。喺呢個情況下，可以令大家喺無感嘅情況下，令你拍到一啲屬於呢間店嘅獨特瞬間。咁佢哋呢間咖啡店除咗咖啡同蛋糕嘅味道一流之外咧，佢間店嘅裝修氛圍同採光都十分之好。咁搭配呢部機器係可以影到一啲十分之通透而且唔錯嘅相片嘅。咁飲完呢間咖啡之後呢，我係冇直接去第二間店。其實深圳有好多街道，雖然你睇住佢好亂，但係其實都幾舒服嘅。邊行邊影，反而比你喺咖啡店入面影相仲有意思。一路上我係用呢部機影咗唔少相嘅。睇起身有啲嘢係冇咩特別，但係你翻你嘅照片嗰陣時，你就會發現有少少一啲特別有意思嘅小畫面。所以呢部機有一個地方係我比較中意嘅，就係佢唔係嗰種令我一直諗住話我要影相嗰種機器，反而似係我睇到啲嘢我想影，我就攞出嚟影一下，馬上。第二間咖啡店呢，係想話去一個日式嘅劈柴屋嘅，咁未諗到佢嘅門面係咁樣嘅，就係有啲唔係好日式，但係其實入去之後呢，都係咁樣。店同上一間店嘅裝修風格係完全唔一樣嘅。呢間店係偏向於日式契茶屋嘅感覺，佢嘅成個產品啊，或者係店嘅風格都係往呢邊靠，所以店入面更多嘅係比較雜亂一啲，同埋昏黃一啲嘅光線。但係呢部機喺呢個情況下，依然係可以令我影到一啲比較正嘅相出嚟。呢間店嘅招牌係呢一杯黃金曼德寧同埋呢一個布丁，咁不得不說係呢個布丁係真係好食。
可以講係我哋食過嘅布丁入面排前3。我哋係超級推薦你，如果嚟呢間店嘅話，一定要試下佢哋呢個布丁。其實佢似係唔算叫實正吧，佢啲焦糖味比較重一啲，即係會澀澀地嘅味比較多，就係為咗呢一杯嚟。而且佢話係嗰種陳釀嘅咖啡啊，但係就冇話好似睇嗰個睇人哋去日本玩嗰陣時嗰啲咁倔，即係佢嗰個陳咗13年，有13年嘅咖啡。其實都還好，佢上面嗰啲應該係奶泡吧，然後就其實有少少中和咗嗰啲苦味。飲完啡，然後我哋就去咗食晚餐。食完晚餐之後呢，我哋就去咗第3間店，就係我朋友開嘅一個酒吧啦。約咗唔少人一齊過嚟飲翻幾杯，開支酒咁樣。太隱蔽。朋友間店呢係一間葡萄酒嘅專門店，有各式各樣嘅葡萄酒，而且都有葡萄酒嘅杯售嘅，咁樣你就唔會擔心話自己嚟又要開支飲唔晒點樣嘅。咁其實呢種酒吧類型嘅夜晚場景呢，對於呢一部機，即係呢個底嚟講，係一個考驗嚟嘅。因為半畫幅嘅機喺夜晚開到800、1000嘅 ISO 嘅話，其實噪點已經好誇張。如果你想話影翻一啲比較純淨一啲嘅相嘅話，我會將佢嘅快門 cut 到1/30，從而降低佢嘅 ISO，然後嚟得到一個喺夜晚比較相對之下比較純淨嘅畫面。而且就算你開到1/30，你唔會驚佢因為手震糊掉，因為佢都係有一定嘅防抖嘅。呢個都算得上係呢部機嘅半個優點吧，只有半個。但係呢半個優點都足以令你喺呢種比較昏暗嘅環境下記錄低當時嘅氛圍感啦。如果你實在覺得係唔得嘅話，其實可以係加一個內置嘅閃光燈嚟拍攝嘅，因為 GR3係冇內置嘅閃光燈嘅。但係因為我係一個極其社恐嘅 I 人，同埋我係唔中意閃光燈打出嚟嘅效果，所以我係冇去特登加部閃光燈上去嘅。大家可以去揾一揾一啲用閃光燈比較厲害嘅博主影出嚟點，可以學習一下。咁翻去整理深圳呢次嘅相嗰陣時，我係發現其實我影咗好多相，但係又因為係有一部咁樣便攜嘅機器，所以令我更加願意攞出嚟影相。因為如果我係齋係帶部手機出街嘅話呢，我可能唔會影咁多嘅。但係有呢部嘢呢，我就會不斷喺度影，不斷喺度影。所以到呢個時候，如果你要問我話 GR3X 值唔值得買啊，適唔適合普通人啊，我覺得就需要分開嚟講一講啦。首先係適唔適合呢件事，我個人覺得佢係一部好適合大家使用嘅相機。佢夠輕便啦，直接塞入個袋度就可以用啦。然後佢嘅攻擊性唔強，即係抽起一影。影完收翻放個袋度就 OK 啦。然後佢4年嘅焦段又好啦，構圖乾淨啦，起碼係比GR3 個版本係好嘅。因為 GR3 個版本係28定，我之前都有玩過，咁樣我對嗰部機係用得唔係好舒服，因為嗰部機係你需要構圖嘅功力好好，你先會影到一啲比較出眾嘅相出嚟。而
而且比如講我喺廣州，我生活喺廣州呢邊，廣州呢邊嘅街道係會偏雜亂少少嘅。所以我喺街拍嗰陣時，我用28定，我係好難會影到一啲我想要嘅照片。所以如果我係用嗰部 GR3 嗰陣時，我一定會開截幅嚟影相。但係截幅又面臨住一個問題，就係你嘅像素會俾佢壓縮。即使你係用 IW 修圖，你都有可能會有嗰種色彩揉埋一齊嗰種感覺。即係比如講你係用2次構圖，後期再2次構圖，然後2次構圖完再發社交媒體，你嗰張相已經係壓縮到剩翻1M 或者係幾 K 嘅。咁樣嘅話，我會寧願係用翻一個咁嘅焦段去影相。如果你話要我去推薦嘅話，我會覺得3X 比3更加好。但係如果佢值唔值得買嘅話咧，我又覺得要另外講，因為喺我拍呢個視頻嘅前幾日，理光係宣布咗一個漲價嘅消息嘅。佢本嚟加價都搶唔到嘅呢部機，而家嘅售價已經係上到8300蚊左右啦。呢個係咩概念呢？就係你買一台松下嘅 S9 全畫幅，再配一個松下自己嘅40定，都係8700左右。咁如果你係配一個國產嘅40定嘅話，可能都唔需要8000蚊。咁對於我呢種我係唔需要直出嘅人嚟講嘅話，我會覺得我除咗呢部機，我有更好嘅選擇。所以最終都係睇你要唔要為佢嘅便攜去買單，即係佢嘅便攜性呢個咁樣可以塞翻個袋入面嘅呢一樣嘢係值2到3000蚊嘅。咁第二個就係佢嘅對焦係會遇到有拉風箱嘅情況嘅。比如講我喺上面話去第二間嘅嗰個日式嘅嗰個咖啡店嗰時，已經係有呢種情況㗎啦。咁去到朋友酒吧嗰時就更加嚴重啦，因為佢黑啊嘛。就算佢係有一個基本嘅防抖去幫你穩住你嘅 ISO 同埋快門，但係佢個對焦始終都係會令你無啦啦咁舉多幾秒先可以影到一張相。所以有人話佢攞佢嚟進行一個麻嘅但係雖然，但係我覺得呢個對焦真係可以做到嘛？因為我未試過，我有開過快拍去影，但係我都會覺得佢有一個拉風箱嘅情況。如果有試過嘅朋友嘅話，可以俾我睇一睇。咁第三個就係網上好多人討論嘅一個電池續航問題。其實我覺得喺我呢個頻道嚟講咧，2塊電池一日係差唔多嘅，因為我唔係嗰種隨時隨地開住部機去影一張嘅人。我係見到我想影，我先會抬起部機去影。所以咁樣對於我嚟講係慳電好多嘅。電池呢個嘢咧就好見仁見智。最後講一講就係 GR3X 呢台機嘅真正價值，其實就唔係話俾你影到一個好勁嘅作品，佢俾到你嘅一個情緒價值，最多係令你唔會再去錯過一啲你原本會被你忽略瞬間，而且會令你更加有動力去記錄你生活嘅每一個點點滴滴。當然啦，喺呢個時代，便攜係需要代價嘅，就睇你願唔願意付出呢個代價去買一台你願意帶出門嘅相機啦。咁以上就係我對於呢台 GR3X 嘅使用感受啦。如果你覺得我講嘅嘢對你有幫助嘅話，可以點一下3連或者訂閱。咁感謝你對我視頻嘅一個支持啦。咁下期視頻我哋再見。